講咧第10條練習啊，OK，第10條咁啊喺海頁嘅啫，第10條練習咁啊，我哋一樣啊，我哋間翻咧就2個未知數啦，OK，3個喺呢度啊，好，Z，OK，Y 咁啊，今次用紅色啦，ZY，咁我哋間翻Z其實就係角 Q 嚟噶啦，係咪？Y 其實就係角 R 咯，X 其實就係角 P 啦，係咪？好，咁其實好簡單啦，望翻先，我哋咧就對住位啊 ，Q 角 Q 係咪數嚟？角 Q 係咪對住個角 B 係嘛？哦，咁即係其實角 Q 呢度就對住角 B 啊，或者36。好，綠色嗰個 R 角 R 係咪對住角 C 啊？哦，即係呢個啦，係咪？好，跟住粉紅色啦，唔使講啦，係嘛？就係角 A 啦，得唔得？呢度 P 就會角 A 啦。好，咁我哋做隻顏色嚟啦。首先第一個咧，我寫翻呢個色先。好啦，因為啊，一定要寫呢一句啊，因為三角形 ABC 全等於三角形 PQR，OK，得唔得？咁所以咧，角 Q 就會等於角 B 啊，咁所以咧2Z 就會等於360，OK，Z 等於360，唔係等於36度，得唔得？好，跟住一樣啊，角 R 咧，綠色嗰個角啊，就會等於角 C。咁呢個直角係咩？呢個咩意思？呢個90度嚟噶嘛，直角嚟噶嘛。OK，咁所以咧 Y 就會等於90度，得唔得？好，跟住粉紅色啦。咁粉紅色唔使講啦。OK，角 P 得唔得？咁呢個係度數喺度啊。36、90同54，得唔得？